嗱，而家我哋見到呢棟大廈咧，喺叫做海天大廈，可以講咧係喺赤柱啊，係最早而且係最高嘅建築物。咁當時呢度大家都明白啦，全部都係外籍人士住嘅。嗱，喺香港中環就曾經做過，即係喺呢個建呢個中銀大廈嘅時候咧，就做過一個都可以講係建築界一個幾為人津津樂道嘅一個建築嘅搬遷儀式。我後邊呢個就係美利大廈。咁當時呢個美利大廈咧就係喺中環啱啱而家你見到中銀大廈嗰個位嗰度嘅。咁而當時要將佢搬走嘅時候咧，好多環保人士啦、建築界人士覺得，喂，佢大佬佢所有啲都係啲花崗石整嘅，咁你可以成等原址咁樣搬走。咁所以當時咧嗰啲建築處嘅人咧，就每一嚿磚咧 mark 好晒 number， 每一個橫梁全部 mark 晒 number 咧，係一嚿一嚿咁樣拆咗之後咧，喺呢度原址起翻嘅。咁當時啦搬到嚟呢個時候咧，都曾經係非常之咁輝煌，有啲好大嘅外國品牌嘅時裝咧，都喺度做過 fashion show 嘅。咁而家咧就好可惜啦，即係而家據新聞講，暫時咧嗰個生意都係麻麻地。咁我覺得希望大家如果有機會，我呢條片出咗街，可能四方八面嘅朋友睇到，都應該值得入嚟赤柱呢度咧，特別嚟睇睇美利樓，重溫一下當時呢個美利樓仲係作為政府大樓嘅時候咧，喺中環嘅時候嗰個舉足輕重嘅地位。